拉明天早晨将登陆东南半球。什么破地儿啊！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。钟摆，钟摆，怎么了？没有信号吗？在这种地方，只有短波电台才好用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据气象台预报，明天超强台风苏拉将光临此地，造成局部大范围降雨。橙色预警。卖什么关子呢你？说人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野营计划是3天，我们订的船后天才能来。这鸟不拉屎，手机又不通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。我现在就离开这儿。你说这是废话，咱们问下老师吧。老师在哪？廖老师呢？廖老师呢？廖老师那儿呢？哎，为什么不带我们？慌什么慌？烈火，你留下看着。绿洲，你过去看看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的？啊，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我就说廖学兵不靠谱啊！咱俩回来怎么杀个木筏子？开回来之前怎么地着？行不行？行，好。开什么玩笑？咱来的时候大船开了多久？是不是糊涂了？哎，我看那边有个灯塔，不行，我们先去那儿避避，可以吃个东西。行吧？收拾一下，快！对，快！电音日谣 Remix。廖老师，真悬呀，廖老师，幸好你来了，我还以为我们都要交代在这儿了呢。是，谢谢你，廖老师。哎，不用客气，我是你们老师嘛。来，快上船。忘了一件事情吧，上船之前先把船费结了，每人200。200块？赶紧啊！哎，你也知道的，船是租来的嘛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很穷的，快点的。轻点儿，走你，下一个，走你，来，周安啊！哎，廖丹同学，小心你的腿！哎，给钱！哎，走你！哎，虎子乖！